来已如天一阙，不问今夕是何年，但论逍遥在人间。走过千山无目，世人皆在寒梦中，念波长空，扶摇直上珍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如临近红线，故意如烟，为之于三间。扶摇一别，摇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披山越指点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卷，无笔无人生一夜间。这是哪儿啊？哎，我怎么穿成这样？嗯？太美了！不要啊！我还不想死！还好是吗？嗯，这是睡了这么久才醒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身体太差，还比不过我这个老头子。您是？你好，我是这儿的店主，叫韦世然。啊，这是我孙女小荣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罗中夏。那个，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店里大多都是古物，性阴寒。你身子骨虚，刚进店里没一会儿就昏了过去。啊，我虚？不可能！我看看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我明明看到你和一个人打架，满屋子又是风又是血的，而且有一支毛笔插到我的胸口里，这才是我昏倒的真正原因，才不是虚呢。人在晕倒时啊，产生幻觉是很正常的。至于幻觉里为什么有我孙女，那就要问你了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小伙子，你到我店里是来淘物件的吗？差点把正事忘了。韦老先生，我是想淘一支波罗漆雕冠狼毫笔的，听说您这儿是有这么一支，但实在不巧啊，刚刚已经被一位姓郑的年轻人给买走了。罗中夏，你平时不是挺能的吗？什么时候虚不行，偏偏这个时候虚，到嘴的牙子都飞了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等等，小伙子，你在店里晕倒，我们也有责任。就送你另外一支笔做补偿吧，总好过白跑一趟啊。补偿？这一支比你想要的那支更加珍贵，你可一定要贴身保存啊。
什么情况？别乱碰！这一切真的只是幻觉吗？谢谢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这么做了。好了，这里就是古镇的民俗风情馆，然后请大家有序参观。我们半个小时后还是在这里集合，请大家不要迟到，不要走太远。好，大家可以开始自由活动了。好。消息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女士，这位女士，这里是私人宅院，不能参观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想找卫生间，但是迷路了。好，最近的卫生间在那边。哎，这里面一定很大吧？得什么人才能住在这儿啊？我只是景区的普通工作人员，其他的不太清楚。这是地图。照着上面走就能回到景区，可千万别再走错了啊！这门口也挺漂亮的，来都来了，拍一张再走。再见。明明那么真实，怎么会是幻觉？可如果真的有一支笔插进去了，我也不太可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儿啊。哎呀，好痒！唯一能找到的那只已经被郑和买走了，不是菠萝，再珍贵又有什么？哎，等等，居老头让我讨笔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修身养性吗？我能讨回一支更珍贵的笔，反而证明我的修养成果比他预期的更好，有门儿！一会儿先道歉，再把讨笔的过程编得曲折一点，显得有诚意一些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哟，这么巧，你也来找居老师？怎么又碰到这货了？有他拆台，我还怎么糊弄过去啊？我来看看。很好，郑和同学有心了。我实在是不想让老师您苦等，才擅自参与的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你也别灰心嘛，虽然没讨到笔，但在这过程中总能学到点什么吧。不如向老师汇报汇报。哼，谁说我没讨到笔？虽然这种笔没那么稀奇，可短时间内能淘到2支，倒是挺难。这支笔，这笔怎么样？您要不然试试啊？妙啊，妙啊！老师，这笔究竟妙在何处啊？你知道笔之4德都是什么吗？尖、齐、圆、健。文绉绉的，不就是指毛笔的4种书写效果吗？笔头饱满，吐墨均匀；笔锋尖锐，利于勾纳；圆转如意，挥扫自如；渐静耐用，
不脱散败。不错，看来这笔你是真的没有白逃啊。奇怪，我是怎么听懂这4个字的意思的？刚才罗同学说的对，不过这笔可不仅是4德俱全这么简单。古人云：“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”又云：“莫亚书生苦，功成在一毫。”可谓是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呐！啊！才自心放，诗随神舒。说得好。我怎么又产生幻觉了？人无论是书写还是作画，一定是全神贯注于笔端。我刚才用它试写了几个字，有活力从笔头喷涌而出，把我心里所想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实在是好笔呀！不仅淘到了好笔，还懂得了道理。短时间内进步这么快，罗同学很有天分呐！谢谢老师夸奖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等会儿啊，我拿个喝的。哎，不是，我说女孩生气，你跟她讲道理干嘛呀？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直接道歉呀！你得给她提供情绪价值。老严，我位置还在吗？留着呢。谢了。什么事儿给她高兴成这样啊？你听我说啊，现在才道歉已经没用了。他肯定得让你回答哪儿错了，你给我讲讲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快防啊防啊，打他！今天晚上就没赢过。26号机加30块钱。大数据，你现在记住我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听到毛笔俩字儿就头疼。你还输了吗？你看，不要脸，不会玩啊，这个人。下一把。不教天下才情，我看看房间啊，付诸东流。啥意思啊？什么人啊？这不是古人写的，我怎么看的？想死的都赶紧滚！有事说事儿，动手这么高啊！我就是来找你动手的，你摊上事儿了。好大的酒味，醉鬼闹事儿啊！大哥，就是他耽误我泡妞。我兄弟来这上网是给你面子，你怎么坏到好事儿呢？那女孩都不认识他，给我打！动手是吧？小罗，咱俩认识没几个月，才发现你这么够义气啊！有一次，我正在敌方水晶下苦战，时间马上到了，来不及续费，你二话不说，先给我垫了钱，我就知道这老板能处。给我上！有时间是真给我试啊！好兄弟，这算什么？小心！看什么看？一起上！这是怎么抓来你？你别躲在上面，给我下来！下来！臭小子，你不下来是吧？行，打不着你，我打他！
算你厉害，咱们走着瞧。这家伙真邪门啊！赶紧走！哇，深藏不露啊，小罗！没想到是个练家子，连轻功都会。不瞒你说啊，我也练过几天，有没有兴趣探讨探讨啊？我有点累，想去趴一会儿。咱们改天再说。你这屋子不也得收拾一下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先休息啊，咱改天。那绝对不是梦。我突然看得懂古文，战斗力也爆表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超能力吧？一定是因为那支笔。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有这么爽的事，还被我给撞到了。从今以后我就是毛笔侠，好怪的名号。还是重新想一个吧。飞兮振八翼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谁在那儿？御风击兮万世，有夫丧兮挂师妹。后人得之传此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仲尼亡兮，谁为出涕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得好好捋一捋。还是先去旧货铺，把一切搞清楚再说吧。中夏，好像有人叫我。中夏，谁在那儿？什么情况啊？又是幻觉！何东西！走开！走开啊！冷静，冷静！我可是有超能力，使我一拳！万物有心难倦，可是渺如烟。自言无知非剑，笔墨成书间。红尘。